是冤枉的，我是无辜的。李代桃江都知道的吧？桃生露井上，李树生桃旁。重来孽桃根，李树待桃江。没错，我的人生被我的弟弟毁掉了。别像我，弟弟做的可真好。是，你看多好看。老爷夫人，大少爷找到了。我叫路人，正如我的名字一样，我的人生就是一位不知名路人的一生。在家里，我感受不到丝毫温暖，被家人怀疑、唾骂、抛弃。哥，欢迎回家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都是我那个养弟陆明。谢谢吧。真是个废物，这点活都干不好。我怎么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呀？怎么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呀？儿子，多喝点奶，长高个啊！谢谢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没看到厨房水池子的盘子都堆成山了，还不赶紧去洗？是啊。路人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姐，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个生日礼物，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弟弟，生日快乐！最新款的跑车送你。谢谢姐。你放心，姐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弟弟。就是他，整日装着与世无争、温顺无害的性格，占了我的家，夺走了我的父亲、姐姐，最后他居然丧心病狂到故意投毒，将我的人生彻底毁灭。哥，是哥下的毒，他还把我的手都断了。不是我，是陆明把我水杯里加些奇怪的粉末被我制止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未婚妻，为了他们的天选之子陆明，一脚将我踢进了监狱。警察来调查，你就说你投的毒，根本不是我，就是你干的！难道你想让你弟弟去坐牢，亏了他一辈子吗？难道你想让你弟弟去坐牢，亏了他一辈子吗？路人，认罪吧，我等你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结婚。放我出去！求求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路人，编号8523，刑期8年零2个月，今天刑满释放。记住，出去以后身份证和证明要随身携带。先去社区报到。张警官，这8年多谢了。对了，你一直不愿见的周女士，上个月探监时留了句话，说你出狱时她会来接你。走吧，别回头。我也没有什么可回头的了。路人，好久不见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依然姐姐，不要离开我！陆明，我的宝贝儿，不怕，妈妈在呢啊！周一涵呢？他怎么还没来啊？路人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，一涵啊，陆明得知路人要回来，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，在医院闹得很厉害。先别管路人了，
赶紧快回来，他需要你。路人，我好，你去吧。路人，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派司机来接你。都怪那个路人，真是晦气，出狱了都不让全家人消停，他怎么不去死呢？儿子，不要怕啊，爸妈都在呢。啊！我的手腕，我的手好疼啊！陆明，依涵姐姐，陆明，别怕，我来了。依涵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，没有你我真的会死的，依涵姐姐。一涵，我路人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保证，以后我一定会弥补你。一涵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等你这句话很久了，我愿意。啊，好痛！陆明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路人啊路人，就算你从监狱里出来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都不会被改变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这个傻子，快出去！这里是我家，我是这家的孩子。你家？这陆家就一个儿子，是陆明少爷。你这个疯子，我看你是想进陆家蹭吃蹭喝吧？快滚！别逼我喊人呢！一大早上吵吵什么呢？烦不烦？小姐，院子里来了个傻子，冒充少爷，进来蹭吃蹭喝呢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不到吗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进了陆家你就是陆家的人，我们陆家没有你这种杀人犯畜生，知道了吗？我可没有这样的弟弟，要不是因为他，陆明的手怎么不让他死在监狱里啊？我没事儿，姐，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只是家里突然多了个人，我挺不习惯的。他回就回吧，这件事没有上新闻，没有刺激到明明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只要他不给家里边添麻烦就行。爸妈，我没事儿。路人哥能回来，我是真的替他感到高兴。他这8年啊，一定在监狱改造得很好，我相信路人哥。明明，你就是太过善良，到现在了还在替他说话。路人，你还好吗？最近怎么样？Amazing， 你的雕塑作品十分优秀哦。真的吗？谢谢教授。不过，你雕塑作品的人物总是看着一副悲伤的样子，和你本人一样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从未有人夸赞过我的作品，我父母也总是批评我的雕像，说我弟弟才是最有天赋的那个。虽然你弟弟的作品我没有见过，我不好评价，但是你的作品十分优秀。等你学业修完以后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意大利学习雕塑的话，联系我。喂，教授，谢谢你还记得我。我坐了8年的牢，
那你是不想做雕塑了吗？不，教授，我想。请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之后，我会亲自回国接你来意大利。半个月我就能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了。还剩10天。华夏银行祝陆先生生日快乐！都不知道上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。儿子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爸妈，还有我最爱的一涵姐姐。生日快乐！明明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姐。陆明，这个呢是我特地托国外的朋友从意大利拍卖会上拍下的《天使的守护》，希望你可以被天使庇佑，永远健康平安。这是洛提亚教授的作品，你从哪儿买来的？一涵姐姐，谢谢你，我太喜欢这个了。你喜欢就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一涵姐姐，你太用心了，谢谢你。路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润哥，今天我的生日，你有为我准备生日礼物吗？看他两手空空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忘了我的生日。我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。路人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没事的，润哥，但是有一样特殊的礼物，只有你能给我。下个月，我和一涵姐姐就要订婚了，我可以收到你的祝福吗？祝福你吧。路人，我想嫁的人一直是你，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。陆明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担心他伤害自己，所以只能先答应他了。抱歉，你要嫁给谁，我不关心。路人，你说这种气话有意思吗？你能不能理解我？陆明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！一定要看好病人，醒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另外，看好经气，有任何异常情况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情况很不乐观，患者肾衰竭，需要尽快进行换肾手术，否则试试我的，用我的。陆明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一涵姐姐，是我，少一个肾不会有什么。陆明，谢谢你，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。够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用得着跟他解释吗？就这么定了，这个月月底你和明明必须订婚。路人哥，我和一涵姐是真心相爱，我也是真心想得到你的祝福，可以吗？祝福你们这对新人。路人，目前你的身体状况谈不上乐观，少一个肾脏对你身体来说的话，会有很大的负担。那你说你是身体离婚7月份的谁？爱情真不死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路人，我不过就和一涵订婚了而已，这就不理想了。果然，手腕的伤是装出来的。是啊，我赢了，我彻彻底底的赢了。你永远的斗不过我。你看看你，拼了命的救人，为了讨好家人用尽了全力，最后你得到了什么？只要我装作手腕是被你弄伤，你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不管是家人还是一涵，
最后都是我的，而你将永远的被我踩在脚下。是吗？总有一天你的真面目会暴露的。你觉得他们会信你说的话？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。好，教授，我现在就收拾行李去机场。恭喜啊，一涵，嫁给了陆大公子。可得好好对我们一涵呢。放心吧，一涵啊，可是我要守护一生的女人。哟，这不路人嘛，出狱也不安分。要是我呀，早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哎呀，就是这坐过牢的人呐，竟然还惦记咱们一涵，真是不知羞耻。路人哥，今天是我和一涵的订婚宴，你一定会祝福我们的，对吧？你看这陆明跟一涵呀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，真是般配呀，不像某些人，真恶心。还有更感人的，咱们陆明哥呢，可是为一涵捐过肾的，这救了一涵的命。这么浪漫呢？那这位新人不得表现一下呀？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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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哇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再见了，我的前半生。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订婚宴。看见路人了吗？没有，他哪有脸来？还以为坐了8年牢会有点进步，果然是我多想了。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，你去把他给我叫来。我才不去，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。你这个做姐姐的是怎么当的？连他住哪个房间都不知道？他不就住在……哎呀，管家，太太，路人住在哪个房间？你带着欣然去把他给我叫出来，省得别人议论我们陆家。大少爷一直住在阁楼。什么阁楼？那不是放杂物的地方吗？路人一直住在那里。当初接大少爷回来安排的房间，被改造成了二少爷的雕塑室，所以大少爷暂时在阁楼落脚了。自从把他从福利院接回来之后，这孩子性格就孤僻叛逆点，也不知道性格像谁。我看啊，阁楼倒挺适合他的。这要被别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们陆家虐待他呢。管家，你带着大小姐重新安排一下。小姐，请。听话，快去吧啊，乖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去行了吧？服了。这里简直就是贫民窟啊，连个暖气、空调都没。路人不是一个嚣张跋扈、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吗？怎么会过成这样？路人以前真的住在这里？是的，小姐。不可能吧？这地方是人住的吗？这是谁？这不会，真是郎才女貌，真养眼啊！路人，你在哪儿啊？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今天这只是演戏，我是在帮陆明做心理康复啊。一涵，一涵啊！终于可以给这个令人作呕的地狱画上句号。路人，你在哪里啊？陆明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我爱的人永远只是你啊！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去机场。爸妈，路人他出事了！爸妈，路人他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你们先看看这个。这孩子都记得什么呀？这账单、欠费，这怎么可能嘛？这个逆子，生活费不都是给他了吗？是啊，
你没有给他多少钱啊？20万还是30万？不对呀，生活费不都是你给吗？我没有给他生活费呀。哎呀，那这么些年，这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他住的阁楼也是破烂不堪，这么多年，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关心过他。2017年3月4日，爸爸妈妈接我回家了。哥，欢迎回家。真好，我有家了。4月24日，弟弟的雕塑做得真棒，我也要变得像弟弟一样优秀，这样爸爸妈妈就会一样喜欢我。10月12日，你有艺术天赋吗？不如把这保送名额给你弟弟，你弟弟才是咱们家最有艺术天赋的。爸爸却把我的保送名额送给了弟弟。我们家儿子一直都过得这么惨吗？10月31日，已经抢走我保送名额的弟弟，仍然不愿放过我，不惜对我下毒。管家，把这个鸡汤端给阁楼上的家伙。啊，记住，必须得亲眼看见他喝下去才行。哎，这汤怎么了？端走干嘛？夫人，这是二少爷让我送给大少爷的。那个逆子不配喝鸡汤，给我们盛出了吧。该死！我给路人的鸡汤怎么被他们喝了？路人，你运气真好啊！我就不信你路人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。一次杀害我不成，他便想要杀害我第2次。陆明，你在往我水杯里放什么？这都能被你发现，明明都消失8年了，你干嘛还要突然回来？为什么不直接死掉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获得直通清北美院的名额？凭什么？我的手，你没事吧？路人，你对你弟弟做了什么？你给我走开！你儿子，不是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哥下的毒，他还把我的手弄断。不是这样的，是陆明往我水杯里加了一些奇怪的粉末，被我制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。你混男人，你就说你偷的毒，根本不是我。畜生！哎，你是想害你弟弟去坐牢，毁这一辈子吗？而我最终顶替他入狱，彻底成了一只活在阴沟里的老鼠。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家人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我永远也不会在这个家里感受到爱。他们把他们的爱全部都给了陆明。厉害！我走了，你们也可以认为我已经死了。希望你们长寿安康，祝陆明、周一涵幸福美满，望此生不复相见。爸妈肯定不会出事的，阁楼这么大了，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路人，你在哪儿？路人，快接电话呀！一涵，你要是想找路人的话，最好先看一下这个。路人，路人，是路人给我全的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明，
你实话告诉我，给我全身的到底是你还是路人？肯定是我给你捐的，一涵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还是说你现在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你到底有几个肾？一涵，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到底对路人做了什么？我又对路人做了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今天才意识到，我做了这么多伤害路人的事情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都愧对于路人。要不是今天想起他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一直住在阁楼，没有生活费，没有被关爱过。路人这孩子，他会不会做傻事啊？对，放心吧啊。都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才伤害了最爱我的男人。路人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路人，快接电话呀！路人，到底在哪儿啊？找到了，我朋友跟我说，路人在机场。机场，走，赶紧去找，走，快去机场。装了这么久，现在居然还真疼。路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路人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一涵，你再开快点！路人，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。我也非常想念你，教授。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的养女是苏婉。你好，路人，经常听母亲提起你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你好，苏婉。不过从今天起没有路人了，我叫高彻。那么，请问亲爱的高彻先生，准备好了前往意大利了吗？从今天起，我会在一个全新的地方，用新身份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。路人，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对了，高彻，你这次出远门跟家里人告别了没？我的家人，我有家人吗？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离开了吧。我没有家人。路人，儿子，你在哪儿？儿子，路人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对不起啊，不过高彻，如果你以后想念这里的话，母亲和我每年都可以陪你回来。谢谢你，苏婉，但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。路人，儿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儿子，路人，儿子在哪儿？路人在哪儿？路人，路人。正所谓不破不立嘛。希望呢，你喜欢意大利的生活。前往意大利的夫3786次航班即将起飞。路人，孩子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。路人，路人，让我进去，路人。让我们进去！路人，儿子，弟弟，路人，永别了。路人，让我进去！路人。surprise！ 吓我一跳！生日快乐！来，快来坐。话说你们不是都有事情要忙吗？教授您还有课要上，苏婉还要忙公司里的事情。那什么事情能比你过生日更重要啊？
今天啊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还有好事？刚才接到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电话，想要邀请你去举办个人的雕塑展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那就祝我们的高彻先生早日成为国际知名艺术家！干杯！干杯！当年陆家笃定我没有艺术天赋，如今看来，错过了青梅美月也没什么可惜的。现在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，他们都是错的。话说回来，你家里人也找了你1年了。不，他们要找的是路人，而我是高彻。听你这么说啊，我就放心了。本来呢，不打算给你的。什么？陆家和周家联合举办的艺术展览，邀请国际知名雕塑家高彻立，肯定是给陆明准备的，好通过国际知名雕塑家的点评，帮助陆明提高声望。不去。那我丢掉了。哎，我还没说我不去呢。别吧，我看我还是丢掉吧。我去。为了我这个曾经害我入狱的弟弟，这次我必须得去。儿子，刚刚收到邮件，启梦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，而且高彻也答应下周参加你的个人作品展。真的吗？他可是国际艺术界的知名新星，他真的要来参加我的个人作品展？他可是我的偶像啊，爸！儿子，这回就可以借着艺术展见到他了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爸爸都会尽量满足。谢谢爸妈。要是路人也在就好了，他也喜欢雕塑。当年如果没有把他的保送名额送给明明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？哼，别再提那个不孝子了，都快1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外边。赵志华，算了，就当我们陆家没有这个孩子。爸妈，你们别太难过了，你们还有我这个好儿子呢。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还搞这些啊，俗套。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当然得气派点。好，听你的。1年了，地狱，我回来了，是时候该算账了。赵董、赵夫人，记者已经在这边等待，这边请。爸妈，你们先去忙吧，刚好啊，我也想自己逛一逛。这里姨娘，你手腕有什么不舒服，记得告诉我们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走吧。好。难道是高彻？真的是高彻，好帅啊！你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当然。我可以跟你合影吗？我喜欢你很长时间了。当然可以了。何老师，终于。何老师，哎，何老师，我想。好啊。路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抱歉，先生，您认错人了。你这个废物，回来干什么？跟我抢遗憾吗？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？这谁啊？在干嘛？好丢人啊！你不认识他吗？他是陆家少爷。陆家少爷。明明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是谁？谁干的？路人。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路人，你这1年多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爸妈，我只是想让路人哥快点回家，激动了而已。没想到路人哥不愿意认我，他还出手打我。路人，弟弟他也是好心啊。你这个逆子，1年都没回家，一回来就动手打你弟弟。抱歉，看来各位好像把我错认成那位叫做路人的先生。
但我并不是你们口中的路人，我叫高彻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偶像高彻？儿子，回家吧。你入狱8年，学业都荒废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是那个雕塑界的艺术新星高彻呢？就是啊，弟弟，别闹了，回家吧，让我们一家人好好弥补你，行吗？陆家都是这么不讲道理的人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高彻，我不认识你们口中那位叫路人的先生。虽然他跟路人长得很像，但是性格却一点也不像他。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了？我不可能认错他，你就是路人。滚开！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那个人。你们再继续胡搅蛮缠下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可能，除非你让我看看你要上肯女友当时给我捐肾留下的伤疤，让我看看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打人啊？我是高盛先生的经纪人，同时也是奇墨集团的总经理。你们敢对高盛先生如此不敬，是要与整个奇墨集团为敌吗？原来你是沈素安女士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中间肯定是有误会啊！你好自为之。路人，真的不是你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高彻，我不认识你们口中那位叫路人的先生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实在太像了。小孙，帮我调查一下这个高彻。是。谈不谈？用那么大力气？不谈，巧手。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手开始疼了？才不是！我之前只是听你说你家里人什么样子，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很过分。今天亲眼看到了，我才知道你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没关系的，那些都过去了。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是我的家人，你和教授才是我的家人。你好。你好，高老师，我是陆明的母亲。今天白天在艺术展的时候啊，实在是太对不住了。你长得太像我的大儿子了，所以才闹出了那么大的乌龙。有什么事直说吧。为了表示歉意啊，我们全家打算邀请您到毕府做客，正好指导一下我儿子的雕塑。他是您的仰慕者，希望您能莅临寒舍。好啊。不是，你干嘛答应他？这可是中国最传统的宴席。什么宴席？鸿门宴。你知道你还去？好久没有回到那个地方去了。倒真是有些想念了。他同意了。妈，咱这么做真的好吗？姐，路人哥他抛弃家人，不孝父母，现在甚至不愿意认自己的身份。咱们这么做是要让他早点回家。对，明明说的对。高彻真的是路人吗？老爷，高先生到了。高先生能够莅临寒舍，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荣幸。高老师，您能来，真的很高兴。帮我看看作品怎么样？请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觉得你没有艺术天赋，线条杂乱无章，毫无流畅美感可言，像是孩童随意的涂鸦，没有丝毫的艺术韵律。人物面部五官扭曲，比例严重失调，眼神空洞，表情怪异，像是被人强行扭曲成这副模样。肢体姿态僵硬又不协调，像是被人用外力硬生生扳成这般尴尬的造型，完全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灵动与生气。整体来看，它不仅没有展现出雕塑应有的艺术魅力，反而让人觉得粗糙劣质，实在难以将其与艺术品联系起来。你懂什么呀？你说我没有艺术天赋，真可笑。高老师，还请你多多指教一下我们家儿子的雕塑。雕的不好我可以教，但本就是一滩烂泥的，我教不了。高老师，还请您到沙发处请坐，我让人准备了水果和点心过来。路人对花粉严重过敏，如果离花过近的话，一定会暴露出来。果然，今天屋里放了这么多鲜花，就是为了测试我是否花粉过敏，用这个来验证我的身份。不必了，我站在这里等就好。应该不会是对花粉过敏，不敢过去吧？路人哥，路人，我早就知道是你，你换了个名字回来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想不到你们人挺粗鲁的，花选的还不错。
这就是你要的过敏药。谢谢你，思文。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去啊？放心吧，他们的忌日，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。果然在我预料之中，无聊。利用一下洗手间。高老师，什么事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想请你看看，希望不是像刚刚那么差的雕塑。来录吧。好。高老师，我有个哥哥跟你长得很像，他看我是陆家的养子，就看不起我，处处给我使绊子，偷家里的钱，弄坏我的雕像，还天天跟爸妈吵架，说我们不爱他。可是我们是真心为他好，想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。这不是我曾经的雕塑作品的线稿吗？怎么被他给翻了出来？所以高老师，刚刚确实是我失态了，请您见谅。不过我想您也不会太在意，毕竟您可不是我的一个，对吧？是，我不会在意的。不过曾经受到的那些痛苦，我要你们一笔一笔的偿还。24，这里的雕塑还算像样。高彻，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路人是吗？那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从意大利归国的大艺术家高彻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天使之翼应该是我付出最多心血的一幅作品。我从16岁就开始一直雕刻它，但总是不满意，直到我离开家去往意大利，才算真正完成它。高彻，听说你的天使之翼涉嫌抄袭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抄袭？请问我抄袭了谁呢？我。陆明，说话是要讲证据。我当然有证据，这是我的素描线稿，请大家为我作证，还原创者一个清白。这架构图线稿，这也太像了。我敢肯定，这些线稿肯定和天使之翼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我一直把雕塑当成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没想到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会让人抄袭，真让人寒心啊！雕塑学院的教授都这么说了，看来高彻抄袭实锤。陆明真惨啊，自己的作品却成为了别人的成名作。高彻退出雕塑界，还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陆明，这下麻烦了。今日，海外知名雕塑家高彻来我市清北美院宣讲。周总，这是您让我查的关于高彻先生的全部资料。 나는 뭘 너에게 해주면 될까 무섭게 너에게 말을 향해 가는데 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据悉，高彻的代表作《天使之翼》涉嫌抄袭陆明先生的作品。抄袭陆明？开什么玩笑！高彻，你偷走的不仅是一件作品，更是属于我的一生。你现在拥有的都该属于我。 高彻就是个小偷，抵制高彻，把属于陆明的一切还给他！抵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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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都冷静一点，我可以证明，《天使之翼》确实是高彻亲手所作，也是我亲眼所见的。你是高彻的经纪人，当然向着他说话。谁知道你们俩私下什么东西？要不然洛提亚教授会那么器重。你别一张嘴就乱说。陆明，我不许你造谣沈苏和洛提亚教授。怎么看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 原来他们是一丘之貉。滚出雕塑圈！对了，周总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特意去查了就医记录以及海关记录，发现路人先生和高彻先生的人脸、指纹和血型都100%重合。路人，这下你没办法再否认了。备车去清北美院。原来他们是一丘之貉。滚出雕塑圈！ 都给我住手！陆明，你说我抄袭你的线稿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线稿是你画的？我的线稿，它就是证据。路人，我就是要用你的东西来激化你，是吗？那你敢不敢和我比试一下？
每个雕塑家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手感，任何人都不可能100%模仿出来。陆明，你敢不敢当众把你口中我抄袭你的作品雕刻出来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还不算是个懦夫。看他赶过创作的样子，然后这个雕塑真的是高手的作品。原来陆明才是真正的骗子，没有理由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你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陆明先生可记住了？对不起，高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该陷害你的，高老师。对不起，高老师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也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报复我吧？我的右手本来就有伤，你这么做不是要废了我吗？陆明做的确实不对，但你动手也太过分了吧？就是啊，高车，你也太得理不饶人了吧？路人，这次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一贯使用这种下贱计。陆明，你真够严厉。都给我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这不是周氏集团掌门人周一涵吗？纯什么白富美啊！听说以前是陆明的未婚妻，这下高彻完了。稀罕姐，他们这儿的人多欺负我，我的手好痛啊！陆明，给高彻道歉。什么情况？周一涵居然让陆明给高彻道歉？就是啊，难道周一涵和高彻是那种关系？可以。稀罕姐，我可是陆明，你让我给他道歉，是他得理不饶人。赶紧给我闭嘴！把他带走，别让他在这闹事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等一下，陆明先生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没有解释为什么我的线稿会在你那儿？你不会是偷的吧？陆明啊，陆明，你还真是蠢笨如猪。我先前就是故意拿起线稿来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因为你一定会想把它做药的。事实也正如我所料，现在你的下场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偷。关于这个问题，等我调查清楚之后，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对你名誉造成的损害，我们周氏集团也会给予相应的补偿。那就麻烦周小姐。路人，路人，我知道你就是路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周小姐在说什么。不可能，我查过你的海关记录和就医记录，你的血型、面容、指纹和路人都一模一样。我知道错了，路人，什么都知道了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在这1年里，我真的非常后悔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叫高彻，陆人已经死了，你和陆家的人一起把他逼死了。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想向你赎罪。赎罪？怎么赎罪？把我的肾还给我，还是你也去监狱里待个8年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可是我还爱着你啊，路人。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现在爱的是苏婉，我们已经谈恋爱1年了，今年就会订婚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是在故意报复我是不是？周小姐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对彼此都好，就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未来，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。周小姐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做这么掉价的行为了，让开点。周一涵怎么突然这么护着高彻？难道他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？看你今天干
干的好事，陆家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。明明，你好糊涂啊！你还跑到人学校去胡闹，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爸妈，我拿着线稿去学校，只想试探高彻的身份。他太像哥了，我也太想他就是哥，这样我就可以求着他回来将功补过了。你怎么打孩子呀？那个路人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呀，以后别在他身上耽误功夫了。明明，对不起啊，是爸爸妈妈误会你了。妈，你别这样说，就是我搞砸了。我没想到周一涵竟然会帮着高彻。可能是一涵觉得他长得太像路人了，所以就……他要真是路人那个不孝子，周一涵这么护着他，非得断了和周氏集团的一切合作。行吧。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为什么陆明看似处处维护陆明，但每句话说出来，都却让爸妈更加讨厌他们？一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喝这么多？欣然，我想路人了。是啊，我也想我那个受委屈的弟弟了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。路人他就在江市。一涵，你不会还以为高彻就是路人吧？他们两个只是长得一样，性格完全不一样。你别喝了，喝太多了。欣然，你相信我，高彻他真的就是路人。你凭什么这么笃定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真的是路人。你好，请问高彻在哪个房间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泄露这份信息。我是他的亲姐姐，你快告诉我。抱歉，高先生特地嘱咐过，如果有自称是他家属的人来找他，绝对不能放进去。行，既然你不告诉我，那我自己去找。哎，女士，女士，快让我进去！请你冷静一点，女士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既然如此，能不能请你帮我送一样东西给他，可以吗？好。那个周一涵啊，他好像是真的后悔了，知道错了。你对他，难道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他和陆家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去开门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记得我们没有订过蛋糕啊。是一位叫陆欣然的女士订的，她还让我转告高彻先生生日快乐，并希望您能回家一起和家人过生日。生日？可我记得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啊。今天是路人的生日。路人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当初你说赚了钱之后最想买的理查德手表，送给你。我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买我想要的礼物了，这个东西还是留给陆明吧。周小姐，不要再白费心思，也不要再在我身上花任何时间。路人，路人，当真如此绝情吗？路人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一涵最近很忙吗？你
明明的生日他往年都来啊，今年怎么回事？易涵会不会又去高车了？去找那个臭小子。好了，送上门来了，你毁了我们明明的前途，还挑拨他和易涵之间的关系，你还有脸来啊？我们陆家不欢迎你们，管家送客。请你们马上出去。高彻，你来了，走，生日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就差你了。什么？啊！好，冰冰，小心。是你邀请的他们？对啊。你为什么买袖扣啊？高彻，送给你。你疯了？为什么要送你这个人渣？妈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今天也是高彻的生日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他难道真的是路人？妈，我们之前对路人亏欠了太多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，弟弟。姐，我对路人哥的思念不比你少，我做梦都想他回来。可是你看清楚，你眼前这个人不是路人，还是高彻。给我闭嘴！欣然，你是怎么做姐姐的？你为什么一直帮着外人说话？妈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不只有陆明，我还有一个亲弟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是高彻。再说了，我是不是路人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心里从来都没有过他这个名字，结果现在在这里装模作样。你怎么对我妈说话的？哦对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送你一份大礼。高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陆明先生，您之前诽谤高彻先生抄袭了您的作品，对他的名誉和精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。我们将以诽谤的名义对您进行诉讼。既然做错了事情，那就要为之付出代价。你父母没有教你，我来教你。爸，怎么办啊？我不想坐牢。欣然啊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我想什么办法？那是他自作自受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他可是你弟弟啊！那路人还是我亲弟弟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们都觉得对不起路人，都觉得自己错了，可事到如今呢，还在偏袒陆明，就不能给我给个解释吗？欣然，那高彻也说了，他不是路人啊。妈，万一他就是呢？妈，万一他就是呢？我要是他，我也不会认你，因为在你们的心里，都只有陆明，没有路人。姐，你这么大声跟妈说话干嘛？妈的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自从上次得了大病，就一直没好，更别提那次误食毒药，差点就撑不过来了。欣然，路人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当年你不在江市，要不是明明和你爸照顾生病的我，还有那次误食了毒药，也是明明及时背我去了医院。水，妈，我接着帮你拿水。妈，你终于醒了。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的手怎么了？路人呢？妈，您中毒了，很严重，医生说您的记忆受到了损伤，看来毒发之时的记忆您全都忘了。我的手是送您去医院的时候摔伤的，路人哥还不让我和爸送您去医院，他非得要等救护车，但救护车要20分钟，您根本就撑不到那时候。妈，疼不疼啊，儿子？都怪妈，要不是因为救我，你也不会。那这以后还能不能雕刻呀，儿子？妈，您别这么说，看见你没事就好，雕塑算什么呀？陆明，该换药了。说什么血浓于水，也不过如此吧。没错，像路人那种养不熟的白眼狼就不配对他好。路人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跟陆明过不去？陆欣然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是陆明跟我过不去在先。是，陆明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你别忘了，当年妈生病的时候，
都是他陪在妈身边的。你呢？你在哪儿？当年你给家里人投毒，是陆明奋不顾身的背着妈去了医院，要不是他，我们的家早就完了。为此他还废了一只手。你怎么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救了妈的人是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救了妈的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陆明，你在往我水杯里放什么？这都能被你发现，你的运气还真的好啊！明明都消失8年了，你干嘛还要突然回来？你为什么不永远待在你的福利院？为什么不直接死掉？陆明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获得直通清北美院的名额？凭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好像明明出事了，你别动啊，我去看看。陆明，你没事吧？陆然，你对你弟弟做了什么？儿子，妈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是哥下的毒，他还把我的手弄断。不是这样的，是陆明往我水杯里加了一些奇怪的粉末，被我制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。混来人，就说你偷的毒，根本不是我。人畜生，是想害你弟弟去坐牢，毁他一辈子吗？后来，我被诬陷成投毒的罪魁祸首，为此我坐了整整8年的牢。陆欣然，懂了吗？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处处维护着那个凶手，还把我往火坑里推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陆明骗了我们所有人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陆明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。实话告诉你，陆明的手压根就没事。不可能，谁会丧心病狂的装这么多年残疾？你自己查查就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你看看明明干的好事，股价暴跌，公司都快被拖垮了。你喊什么？那明明也是受害者呀！要怪就怪那个高彻故意打击报复。爸妈，我有一个解决办法，而且还可以一箭双雕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是为了跟大家公开道歉。之前我说的艺术家高车的天使之翼是我所做，确实是我骗了大家，对不起。但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这幅画其实是我已故哥哥陆人的作品。哥哥虽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他的遗作。陆先生，请问您之前为什么要隐藏天使之翼的真正作者？对不起，哥哥的离世对我打击实在是太大，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我才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心情。谢谢大家。高彻，你不承认你是路人，我就是清白的；你要承认你是路人，我就把你之前恶意投毒杀人、坐牢的黑历史全部公之于众，你将会身败名裂。高彻，连你都敢承认身份，哼，看你还怎么勾当！我也有一个真相要公布。我就是路人。他就是路人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哥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，哥没死。路人，你要是没死，你之前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我知道，哥肯定是不想连累陆家，毕竟哥之前的名声不太好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你的。你这1年离家出走，我们都没有放弃找你。爸妈一直在做慈善，就是为了弥补你之前的过错。还有我不惜搭上诽谤污蔑的罪名，就是为了你能早点回家和我们团圆。路人以前犯了什么错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他曾经因为投毒坐了8年牢。8年？别碰我！路人，做人不能忘本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家人吗？
就是对得起家人，对得起家人，对得起吧。够了，够了！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已经原谅路人了。逆子，还不赶紧下来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谁冤枉谁还不一定呢。既然你们都不嫌丢人，那我只好奉陪到底。今天这个场合最适合用来公布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故意投毒的真相。故意投毒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，他根本没有证据。当年母亲病重，是我日夜不分的照顾她，可她陆明却因为害怕传染躲得远远的。后来我拿到了清北美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她却因为嫉妒我就要下毒害我，却无意间被父母喝下了毒汤。是我背着中毒昏迷的母亲一步一步走到医院，可她却在趁我找医生的功夫顶替了我的功名不说，还诬陷我故意下毒，害我白白遭受了8年的牢狱之灾。路人，当初照顾我、救我性命的人是你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你有证据吗你？证据在此。这就是当年投毒事件时路人的通话记录。喂120，陆氏大道陆家别墅有人食物中毒，快来救人！您好，我们这边的医院最快20分钟到达，患者的情况如何？20分钟，来不及了，我要被妈去医院，不准你动妈，别还没到医院，妈就咽气了。天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白眼狼？差点上了他的当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老天哪，这么些年我究竟做了什么？多大的事儿，你非得在这儿说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陆氏集团的利益？今天非得打死你这个逆子！不好意思，赵先生，陆氏集团已经不是你的了。说什么？路人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你当真想要弥补？当然，什么都行。什么都可以。当年陆氏和周氏为了稳定股价，不听我的解释，执意将我送入监狱之中。现在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不过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陆氏集团。股价暴跌，我趁低价收购了陆氏集团。你，从现在开始，陆氏集团的董事长是高彻。作为陆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希望各位对我的谣言到此为止，否则我将追究法律责任。我将代表奇梦资本在此宣布，我们将与陆氏集团签订1000亿合同，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一定能够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。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说了就不叫惊喜了。伸手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。下个月的高彻艺术拍卖会将会如期举行，届时洛提亚教授将会亲临现场，各位敬请期待。高彻真给我们江西长脸了，真是商业艺术两开花呀！还真是大快人心啊！这就叫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哎，你们，爸你怎么了？爸，陆明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姐，爸怎么样了？爸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但他有心脏病，医生说需要留院观察。那我去医院看看他。你还是别去了吧。我怕爸见到你再受刺激。姐，连你都不相信我。陆明，你别装了行吗？你打算要骗我们多久？姐，明明就是路人他自己没说清楚。再说了，我也照顾了妈的，我懂了。就因为老子是养子，所以我的照顾和孝顺就算不上。毕竟亲疏有别，对吧？就因为你是养子，我才对你加倍照顾；就因为你是养子，所以我们对你比对路人更上心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凉薄的话？好好休息一下吧。陆先生现在已经完全和路人一交心。路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认了。你马上就能知道他的手是不是装的了。路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路人，你怎么来了？
路人，你要干什么？脑力你玩不过我，体力不会也不行吧？姐，换战，快来人，来人呐！路人，我等今天很久了。陆明，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。路人，我不过就和易涵订婚了而已，这就不理性了。果然，手腕的伤是装出来的。是啊，我赢了，我彻彻底底的赢了。你永远的斗不过我。你看看你，拼了命的救人，为了讨好家人用尽了全力，最后你得到了什么？只要我装作手腕是被你弄伤，你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不管是家人还是易涵，最后都是我的，而你将永远的被我踩在脚下。是吗？总有一天你的真面目会暴露。你觉得他们会信你说的？信不信已经不重要，他们相信我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们会再相信你。路人，我等今天很久了。别说，打人这势头还挺像爸爸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姐，路人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我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你就要打死你哥了，是不是？你都看到了吧？路人，你够阴险啊！陆贤，你居然耍老子！我的好弟弟，不这样做的话，你的手怎么可以好得这么快啊？陆明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明明，你醒醒！我倒要看看这个陆明还能逃到什么地步。喂，是120吗？病人的手的确已经没事了，可以正常行动。医生，他的手臂到底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这很难说，管他是不是恢复的，恢复了就好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明明，我的好孩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爸，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医生说你的手啊已经完全恢复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没有骗我，真的好了。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我胳膊怎么突然有了力气？是吗？那可真是医学奇迹了呢，弟弟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怎么当姐姐？你弟弟他都晕倒了，他要真有个3长2短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爸，是路人。爸，是路人，是路人，他先发现了陆明晕倒，拨打了120。多亏了路人，要不然不来医院检查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陆明的手压根儿就没事儿。明明，还不赶紧谢谢你哥！谢谢哥。别客气，弟弟，就是不知道你身上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哥，真会开玩笑。明明，你到底瞒了我们多少事？赵，你有没有觉得明明越来越陌生？他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善良。怎么，亲生儿子回来了，看着杨子就不顺眼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最好不是那个意思，否则传出去太不像话了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亏欠路人太多了，我想好好的弥补一下。他连陆氏集团都夺走了，这还不够吗？陆氏集团就是姚振明命的，现在你是不是忘了，路人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爸妈，你们吵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去交费。好。我记得明明也是 AB 阴性血，不可能，不会那么巧，一定是我多想了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夫人吩咐把少爷的房间收拾出来，什么都要用最好的。妈呀，给我换房间啊！太好了，这比我之前住的好太多了。二少爷，
是给大少爷路人准备的。什么？路人？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滚！想什么？想让你回来抢走我的钱？想什么？凭什么要夺走我的人生？妈，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，就搬出去住吧。妈妈这次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原谅妈妈。路人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身败一无所有的感觉。孩子，上次你过生日，妈妈没来得及给你准备礼物，这次妈妈是特意给你补礼物的。你看，这有房产证、股权证，还有……我不要。路人，这是妈的所有财产，她已经倾尽所有全力给你最好的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必须要感恩戴德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不明白我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再说了，钱我有的是。儿子，妈知道错了，你再给妈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曾经以为我找到了避风港，可结果，我人生中所有的大风大浪都是你们给予。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，现在我不需要。路人，儿子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男人也是人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我是不是特没用？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我以为我可以不在意，可是为什么感觉心里还是很难过，很委屈？亲情这种东西呢，不是说你想忘就忘，想放弃就能放弃的。血浓于水，很多东西都是割舍不掉的。苏婉，谢谢你，没有你的陪伴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放心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周队长，这是你吗？白思母，陆明，你究竟是谁的孩子？明明，陆氏集团本来是留个你的，没想到被陆人那个逆子给抢走了。你不会怪爸爸吧？怎么会呢，爸？我只是觉得您打拼了一辈子的心血，就这样被他不会吹灰之力的夺走，替您感到不开心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你说，妈，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陆人。什么？明明，真的委屈你了。爸，我不委屈，您教我的，失去的东西要亲手拿回。不愧是爸的儿子。陆人，别怪我心狠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尽快查清白思明的身份。是，董事长，这就去办。弟弟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只能姐来找你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有事吗？咱妈这几天天天以泪洗面，人都瘦了好几圈。她毕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嘛，算姐求你了，你就跟姐回去看看妈吧。她是生了我没错，可我怎么不记得她养过我呀？生子不养，枉为人母。我知道，都是我们的错，之前是我们不对。姐姐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算姐求你了，你就跟姐姐回去吃一顿饭，就一顿。好啊，真的，你答应了？就今晚怎么样？那我们说好了，你一定要来啊，弟弟，姐等你。希望到了晚上，你们还笑得出来。陆人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这位不仅仅是经纪人呐。是经纪人，但也更是我的女朋友。怎么突然舍得公开我呢？你不喜欢？
你要不喜欢，那我收回了。看着陆然哥这么幸福，我们也是感到高兴啊，对吧，叶飞？都饿了吧？来，坐，快坐下吃饭吧。既然陆人已经和沈苏婉在一起了，一涵，你以后也就不用再惦记他，你和明明的婚事就定在下面。我不同意，我从小就答应了陆人，此生非他不嫁。你，哎呀，好了，好好吃饭，说这些干嘛？孩子们都还小呢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大人呀就不要插手了。秋枝，你为什么总是顾着别人？赵振华，你是不是忘了，陆人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你为什么总向着陆明啊？我谁都没向着，要怪只能怪你生出这个没大没小、目中无人的畜生。你没偏心，那你倒是和大家解释一下白思明是谁啊？白思明，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你在老家那个老相好，对吧？好啊，你为什么现在还和这个老狐狸精纠缠不清呢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陆人，别在这血口喷人，你说话要讲究证据。证据？证据我当然早就准备好。经本中心鉴定，赵振华和陆明为亲子关系。不止如此，当年我的走失也是他赵振华一手造成的。1个月后，他把陆明带回了家，美名其曰收养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骗我们，把我们所有人耍得团团转。爸，你真的背叛了吗？你真的在外面找了第三者，还和他生了孩子？那个小三就是白思明，对吧？对，明明就是我和思明的儿子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要不是当初先娶了你，我娶的就是思明，他就不会因为难产死在我的面前。当时我就对天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和思明的儿子，以弥补对他们母子俩的亏欠。当初是你舔着脸追求我，你说过要一辈子对我好。赵振华，你是不是忘了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父亲保证的？是你非要入赘我陆家，做我陆家的上门女婿。是你非要入赘我陆家，做我陆家的上门女婿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，你利用我一步一步的登天，然后再把我一脚踹入谷底。赵振华，你信不信当初我可以让你白手起家，现在我也可以让你一无所有。阿志，阿志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发誓，自从思明死后，我这么多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啊！你还让我夸你是吧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就是个傻子，这么多年，我为了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，亏欠了我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么久，现在我要让你们两个滚出陆家，滚出陆家！好狠的心啊！你居然想让我们走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好你个冷血无情的女人！行，走就走。身为一个堂堂的陆氏集团董事长，我不信我离开这儿我找不到活路了。糟了，爸爸这样的话，1分钱都不会得到。他身无分文，要是跟着他走，不行，我不要过那样什么都没有的苦日子。琳达，咱们走，你跟爸走。你放开！妈，我求你别赶我走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白思明，这辈子我只有你这一个妈。妈，我可是你亲手养大的。妈，我不要离开你，我不要离开这个家，我不要。明明，你清醒一点，爸爸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你放心，爸爸就算砸锅卖铁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苦啊！你闭嘴！你闭嘴！陆明，是你伤害的妈，
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想和妈妈在一起。我不要你，我不认识你。明明，你清醒一点，明明，你清醒一点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个爸。要不是你，我会以养子的身份活着；要不是你，一涵也不会不跟我在一起。她早就是我的妻子了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我的好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真的不要爸爸了吗？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我的父亲。像你这种人，还不如去死！还不如去死！娘，爸爸这一辈子呕心沥血保护你。爸，胡哥，妈，快叫救护车！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妈，你不要抛下我，我会好好孝敬你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，我一辈子都对你好。妈，要不我们还是让他留下吧。陆明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不认识白思明，可是我看这个访客登记表上，每年都有你的。好啊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骗我，你害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难道现在你还要再折磨我吗？没有，妈，犯不上为这种人渣伤心。孩子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妈，孩子，你说的对，为了这种傻渣，我根本不值得伤心。妈有你一个就够了。姐，给我滚开！这个虚伪的人，看见你都恶心。都是因为你，不然我要杀了你！陆明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要干什么？一涵，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都是这个路人动他的作祟。陆明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闹了。陆明，你刚刚亲手害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爱你，众叛亲离的滋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还不及我这些年受到伤害的1/1000。你不是最会装疯卖傻吗？我知道有个地方特别适合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是亲生的，我不是。路人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杀了你！病人情绪极度不稳定，快注射镇定剂！不要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护士，护士，一切都因为你！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放开我！明明，明明，妈求你了，开开门啊！明明，明明，我来。明明，妈求你开开门，你不要伤害路人呐！明明，放开我！一切都从陆家开始，那我们就从陆家结束。我们一起去死，好不好？去死吧，路人！路人，你没事吧？路人，路人，去死吧！残梦终于消散，像飞走的船，让孤岛难堪。热血变能量，
风雨也能了，往事也能了。停住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叫救护车！跟着一家人多好吗？可惜我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家。一涵，我来陪你了。三，愿宿命离散，等旧梦复燃，似困兽呼喊。六，婉婉，你和路人真的要回意大利吗？能不能不走啊？妈妈舍不得你们。是啊，给姐个机会，好好弥补你们行吗？妈，姐，我们要走了，都赶不上飞机了。儿子，你不留下生活，是不是还是不肯原谅我和你姐姐？你还是在记恨过去啊？妈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谈不上什么原不原谅的。现在，我只想向前看。那还会回来吗？不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向前看，别回头。